因为即条是新的吼，但是请咱现着403的时，我先甲你讲一下吼，先说明一下。一开始牧师是会唱《主切肯我》，唱完咱就是爱接下底，伊拢总有3段嘛。吼，咱看第2段遐，主切肯我，主切肯我，耶稣求你切肯我。咱咧唱到尾仔迄个切肯我的我，咱咧唱我的时，牧师就搁再唱第2节的主引带我。咱就是照安尼着甲唱落去就是啊。到唱第4节的时，第4节的歌词是我要出去，所以即时牧师会落来，会带咱出去，因为咱真正要出去传福音。但是咱嘛是继续唱，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圣名打出去。所以咱今仔日的是小可有改变，就是讲，伫祝福的讲道了，祝福的讲道了，咱就无唱散会诗，还是上下，咱就随祝祷，祝祷完咱来唱即条切恳的诗。那听牧师先唱第一句。主切肯我，主切肯我，主切肯我，耶稣求你切肯我，主引带我，主引带我，上帝求你引带我，主将我。主求我，真心求你求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奉主圣名打出去。好，就是这条，伊会安尼来讲，请恁准备心，三个来做礼拜。特别搁说明吼，头段迄条歌的第4节的时阵，伫遐讲我要出去的时阵，咱就准备吼，咱伫咧头前第3节的时阵唱了，咱就准备好，咱就要同齐行出去。因为即条是切恳的诗歌，所以就是讲咱领受上帝话了，咱要受切恳出去。所以切恳出去，所以咱就是当咱我要出去的时阵就请咱同齐对牧师，咱就安尼稳稳啊行出去安尼。以上。下底平安，礼拜时间到，请咱安静心，全部敬拜。若有带手机仔的，请关机，或是转到静声无声，请转下。
来呀，咱来唱歌俄乐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极悬的山峰嘛伫伊手内。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伊嘛亲手创造陆地。咱就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就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就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来呀！咱来鞠躬敬拜伊，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咱来吟诗俄乐，圣诗317首，圣诗317首，上帝管理天地甲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
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阳中过啊上天，打坐专灵在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空洞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来同齐读启应启应文，伫圣诗后壁面第2节，嘛是诗篇90篇，咱来启应，我启各位来应。其中有4个所在是做声，大家做声同齐来读头一句就做声预备起，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众山也袂受阻，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这声，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本。人啊，着回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天。做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茫，亲像早起时不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凋谢打去。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严刑，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槌的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底杯，10000年久就过去。啥人感受袂到你受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引领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大艰苦灾难，嘛互阮一生享受遐多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这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精通。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历史甲世界的主，眷顾阮人类的天父上帝，
救赎阮的主耶稣基督，你使阮平安欢喜来到你荣光的面前。阮感谢俄罗你，全能的上帝，你为着阮人类备办真好的徛起的所在，并且也定阮的年限甲所大的地界，为着要互阮追求真神上帝、真理甲活命。主啊，阮真感谢俄罗你。今日是民国110年10月初10，是中华民国的生日。阮的国家，阮要为阮的国家、乡土、人民、政治来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感动徛起伫即所在的阮，知啥物是好，是你所爱。伫米迦书6章8节有讲起，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啥物是好。上主爱你做啥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来甲你上帝做伙行。主啊，今日嘛是常年时间纪念主日，阮特别为年长的兄姐来祈祷。圣经有勉励阮，所以阮无失志。虽然阮外在阮无失志，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地衰败，阮内在的人却日日地换新。主啊，阮感谢你，你用你的话常常提醒勉励阮。总是主啊，阮真卑微，真需要倚靠你。阮真软弱，时常犯错得罪你。要记得你的疼痛，离开你的道路，互主你无欢喜。阮伫痛悔艰难中，求主赦免怜悯，求你假使阮知影家己的歹，也洗清阮温捌的罪，互阮活伫你的光明中来行。主啊，你应允的话讲，敬畏你的，你要成就伊的心所爱，也要听伊的呼求，来拯救伊。愿你的旨意得成，伫你所疼，搁疼你的人，愿一切的荣耀、威严、权能、甲尊重，拢归伫你，直到永远。当阮摆咧阮诚实的敬拜，来甲主你相亲近，愿圣神上帝通过牧师的正道，互阮得到灵命的养持成长。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当来三甲看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17章22到31节。我用现代台语汉字本来读。保罗徛伫阿略巴古议场的中央讲：各位雅典人，我看出恁伫各方面有强烈的宗教热情。我伫城内伫行，观察恁敬拜的所在，嘛有看到一座坛
顶面写献互毋捌的神。恁伫敬拜毋捌的神，现在我报恁知。即位创造宇宙甲其中万物的上帝，是天地的主，无带伫人的手所起的妙事，嘛无欠用人的手所献的物。其实伊拢无需要，伊家己颠倒将性命、甲气以及万物赐予人类。伊对一个人做出逐种族的人，互因徛起伫地面上逐所在，佮大声甲因定年限甲徛起的地界。上帝安尼做，是要互因找伊，因若超找就会找着。其实伊甲咱逐个人三里无远，因为咱靠伊生活、行动、存在，亲像恁的诗人有话安尼讲，因为咱嘛是伊的子孙。既然咱是上帝的子孙，无应该将伊的神性看做甲偶像共款，是靠人的手艺用金银也是石头雕刻出来的。人类要活伫无知的时代，上帝无追究。毋过现在伊命令全人类着悔改，因为伊已经决定日子，要用伊所指定的人，照公义来审判全世界。伊互一个人对死人中搁活，用即个做凭据，互全人类通信。愿主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愿阳光甲学乐归互主圣名。咱过来，请咱青少年用诗歌，求充满这地，带领咱来学乐敬拜上帝。
俄乐的声，请最芳芳的祭献互主，得主欢喜感达。再来，咱要请咱本堂的牧师，伊要用聚焦赐生命气息的主来勉励敬道。兄这平安。咱这礼拜四是迄个99重阳节吼，所以咱教会特别伫咧将咱这个主日设定做双连曙光的纪念主日。咱期待要用意就是要安尼会通期待咱所有正信徒会通来关心，毋管是伫咱厝内是咱伫教会中的所有遮的长辈，互因安尼，毋管是伫咧因的信仰是伫咧日常的生活中，咱拢会通安尼来去甲关心，去甲注意若要来唤起咱所有的时代毋通因为年纪大就啥物货拢毋叮当，甚至凡事拢要期待有人来甲咱服侍特别是伫咧咱即个世代咱凡事拢讲究安尼讲究速度紧所以咱的少年人拢真无闲但是咱的长辈安尼有比较相对较有比较侪时间除了帮赞咱的遮个囝儿孙以外，照顾遮个囝儿孙以外，甚至咱应该爱趁咱安尼抑佫有体力的时阵留一寡时间，互安尼会通安尼甲着遮个几个遮个安尼咱讲老友好的朋友安尼出去行行咧，是安尼找伊开讲散散步是做义工帮助有需要的人尤其伫咧即个世代咱安尼已经会通讲，即个世代已经是真做迄个叫做讲少老迄个少年老的去咧服侍老的即个时代服侍老的少老服侍老安尼即个世代咱已经无法度讲想要爱互遮个少年人来服侍咱，因为咱的遮个少年人因嘛非常的无用所以如果若安尼你过去你拢无愿意安尼参与服侍别人，安尼等到老咱无法度叮当的时阵，有可能嘛无有人来帮忙你是安怎讲？因为咱伫咧即个，特别是伫咧即个欧美国家有兴起即个叫做时间银行、时间银行即款的概念，伊是趁着安尼，也毋是真老的时阵，抑佫有法度叮当的时阵，就出来服侍遮有需要的人为着家己安尼伫咧即个时间银行伫遐来存款啥物货？存款时间等到咱老无法度叮当的时阵，就来提款由其他的遮个较少年的遮个长辈来服侍咱过去安尼原本伫咧即个时间银行有存款的遮个已经年老的遮个长辈，这也是咱教会伫咧未来会通好来做的代志。期待咱会通开始安尼会用来去规划、来去想、来去启动安尼一款安尼的一个服侍。无有可能会通讲已经伤慢，因为当咱会通看见咱的中间有侪已经是咱讲有袂少的遮个咱讲独居的遮个长辈以及咱嘛有看见咱的厝内面有侪遮个长辈安尼需要照顾。如果咱有缘靠着家己的气力想要来照顾咱厝内的遮个长辈，甚至是咱讲长辈照顾长辈，相信咱家己会发现讲，咱渐渐会真紧就安尼咱讲亲像迄个蜡烛安尼真紧就安尼甲烧掉去所以这也就是安怎牧师安尼伫咧安尼
伫咧最近一直鼓励咱咱若时间有法度，咱就会通好来参与即个银发自主即个课程。伫咧即个课程内面，帮助咱知影讲要怎样安尼有尊严，安尼到老种健康安尼来老化，同齐伫遐来变老，甚至咱要安怎来去面对着迄个临终甲死亡。所谓的咱讲叫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安尼咱这个长辈要怎样伫咧咱的厝内，安尼会通传承即个祝福，要诚做迄个传承祝福的迄个那个宝，迄个宝，这拢是咱现在咱就应该好好来去思考的问题。期待咱所有的咱的这个时代，咱的长辈会通伫咧咱的厝内，拢诚做迄个厝内的宝，搁较是要诚做咱教会的宝。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即个中庸的即个节期，阮搁一摆来主你恳求，求主你施恩赐福伫阮所有伫你的百姓内面，阮遮的所有的遮的正长辈，阮的时代，主你互因毋但有对你来的健康的身体，也守护因安尼有好的安尼体力、精神，互因安尼精英，亲像家力一般样。互因伫咧厝内毋但有好的体力、好的精神，也会通伫主你的教会，会通诚侪信徒真好的模范，互阮遮的做事势来跟对，互你的教会会通安尼诚做一个充满主你的听、主你的祝福的教会。阮搁一摆献上感谢、仰望、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进前捌安尼提起着安尼迄个焦点，咱若将咱家己的焦点若放伫咱家己，咱就非常的有限。咱若焦点来放伫咧即个任何的即个人即个事物拢会有改变。只有焦点伫咧耶稣，才有可能会讲，才是迄个上可靠的也是迄个上有价值的。所以焦点伫咧耶稣，咱就无搁再看见家己，也无看见别人。咱的人生的目标，也是讲价值，就是安尼要安尼讲得到耶稣。当耶稣安尼诚做咱的焦点，咱就活伫咧耶稣的内面。耶稣就诚做咱所有的一切。伫耶稣的内面，咱就无任何的欠缺。耶稣是咱的焦点，毋是一个口号。这是要安尼要影响着咱的生活的一款的方式。咱的价值观，甚至是教会的意向，也是迄个规个教会的运作等等这模式等等，拢要因为咱将焦点放伫耶稣的时阵，咱就要有无共款。伫咧实际上的生活中，咱会通讲，咱有当时会安尼无注意，咱就偏离即个焦点。伫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内面，保罗大声伊就安尼来提起讲，上帝伊是迄个咱讲迄个造物主，也是迄个伊毋是迄个受造，伊毋是迄个受造的。上帝毋是人所造的，伊是迄个创造人甲宇宙一切万物的即个物质的即个主，伊是万物的迄个源头甲起源。但是咱所做，伫咧咱现今咱即个时阵，咱所做，咱比古早的遮个安尼敬拜偶像的遮个人咱嘛无好甲对倒位去。伫咧古早人类安尼是用着遮个金银是讲插头来去雕刻，来去伫遐制造迄个偶像，并且来敬拜遐个人手所做的遮个假神。但咱无敬拜遮个真具体遮个偶像，但是咱犹原看见人伫遐敬拜因家己
是讲将家己来提升升悬，甚至将家己来放大到安尼讲无限。人只有想着家己，将家己投射，是安尼变成做一个安尼无限的无限大，安尼一切为着家己，依靠家己来满足家己。这是咱咱所看见的，人家己就是因家己的上帝。即款呢这甲着即个偶像崇拜无安尼两样。保罗指着即个安尼讲，即出讲，这甲迄个原底迄个事实是无共款的，是无符合的。上帝毋是人的投影，上帝比人搁较伟大。上帝所创造的是人。上帝创造了人，所有一切存在，拢是出自伊家己的即个手。伊是迄个创造主，伊毋是迄个受造物。所以咱会通看见，咱到底伫咧咱即马即个世代，咱到底是将上帝当作上帝，是将咱家己当作上帝。过来伫咧经文的内面，迄个保罗讲，上帝是迄个。咱讲施予者，讲伊迄个施落的，伊温顺人的，伊家己本身伊无任何的欠缺。上帝伊无追求人的迄款的供应，亲像遐个拜偶像，甲着遐个无神的人所做遐个共款。安尼遐个人。以为人必须要带着这个礼物来献予上帝，因必须要为着上帝来做一寡代志。因甚至佫需要来为着因的生命来伫遐来甲伊来伫遐，甚至来伫遐更新桥等等这献生礼甲着逐样的这个好物来互因的生命。人如今犹原是共款。伊心中的迄个假神，犹原向人来提出侪的迄款的要求，无搁再毋通讲安尼，以为讲咱现在已经脱离了迄款偶像崇拜的迄款的阶段。就算你是基督徒，犹原嘛是共款，咱还真细意，因为其实咱讲所谓的迄个偶像，也是迄个假神，伫咱的生命内面。就是迄个咱看做迄个上重要的遮个代志，就是咱安尼为着你所伫遐看重的遮个代志，你伫遐来投入金钱，伫遐来投入你的时间，投入你的情感，甲着你的快乐等等遮个物件，遮个拢是伫咧咱的心中占满了迄个真大的迄个部分，咱安尼哪亲像是为着伊来活。就较亲像即摆有侪人你的手机无法度离开你，甚至有个人伊所敬拜的是网络。当倒一天你的手机发现你的网络断去的时阵，有个人会无法度生活。安尼咱是活伫咧啥物款的情形内面？咱兼是怎活伫咧敬拜网络嘛？你的手机若无一天无伫咧你的身躯边，你会发现你无才调活，安尼手机成做你的生命。咱若对安尼个观点来看时阵，现代有侪人用着安尼迄款的迄个偶像，甲着遐个假神有侪人用着用着迄个讲用金钱成做因的生命，是讲甚至用着伊的名声、名誉成做因的神。侪人将因甚至将伊家己的儿女来成做伊的神。当然，人家己嘛有可能来将伊家己当作是神共款。甚至咱嘛会通看见侪人安尼，咱讲崇拜伊的祖国，将迄个国家民族的迄个情觉安尼提升到一个咱讲性命的一个最高的迄款的地位。你会通为着伊来伫遐来放弃性命，为着伊来安尼讲，即个要成做你安尼存在的唯一的价值。这个拢是人伫咧即个地上逐个所在伫遐所敬拜的假神，因对人不断伫遐来向咱来提出遐要求。
这个假神并毋是为着人来做甚物款的代志，但是人却必须要为着因来献上因的劳力，甲着因的性命。保罗指出，这伫咧生活内面，也是伫咧伊的性命内面会遐的一寡错误。伊讲安那讲真神是啥物款呢？伊是一个安尼讲喜乐的上帝，是要为人提供一切的上帝。真神是安尼，伊无需要人的供给，伊也无带伫咧人的手所做的迄个殿的内面。所以咱今日咱伫咧所看见的即段经文内面，我相信保罗伊咧讲的时阵，伊拄好是咧指着迄个伫咧当时的即个叫做巴台农神殿。伊伫遐，伊伫咧迄个安尼亚列巴谷，伊伫遐咧一个雅典，伫遐看见着遐个侪侪遮个神明的时阵，伊伫遐来对因来讲，讲神明无应该带伫咧人手所做。因为当时当时的遐雅典人公认即个女神雅典娜的即个居所，就是踮伫即个所在。雅典城也因为即个雅典娜的名来号即个名。保罗伫遐讲，真神无踮伫咧安尼讲即款的所在，真神是创造咱的，所以伊也是咱安尼有关。所有一切遮个代志的遮个事物的遮个主，咱无有啥物会通来为伊来供给互伊，因为伊无任何的欠缺。反正伊不断来将一切恩惠，甲着伊的怜悯来赐予咱每一个人。咱兼有愿意伫遐来，搁一摆来诚实，来伫遐来面对，来反省来看见咱家己生命内面。到底有啥物款的偶像？咱敢为着这个偶像，伫遐来安尼讲，开费咱侪侪时间，咱的心力伫遐来消磨，最后所用着伊家己的性命来甲咱买转来。咱迄个原底，咱是属伫咧主的迄款安尼的性命。一个创造宇宙万物、永活的主，伊是一个未死的主，却甘愿为着咱来死。互咱原本迄个该死的、应该会灭亡的，竟然会通甲伊同齐作王。咱的生命悠远安尼搁有啥物货是咱通好安尼为来保留无互主来为着主来活的？上帝伊互咱迄款的管理权，以及互咱安尼有真自由的迄款的使用权，但是。所有权是上帝，所以上帝互咱免费使用这所有一切的这恩典，咱用久了，咱不知不觉，咱会安怎当作讲，咱所得到这个，拢是咱家己的。煞安尼迄个，咱讲，互上帝所，若上帝将咱得到原底咱所有的来甲摕转去的时阵。咱心内煞伫遐来，也有侪侪会生气，伫遐来埋怨，失去的时阵，伫遐来伤心，伫遐来毋甘。咱亲像有人伫遐亲像讲有人免费提供厝体互咱来住。咱住久了，咱感觉讲即间厝咱亲像咱家己的共款。当即个主人将即间厝要甲咱讨转去的时阵，咱会安怎？咱会感觉生气，咱会感觉伫遐来埋怨，讲你是安怎要甲我收转去？但是咱却袂记即间厝是啥物人的，是迄个主人的，遐毋是。所以咱爱凡事伫遐来感谢，凡事不足安尼伫遐来感恩，才袂安尼有迄款的侪侪的款的迄种生气伫遐来埋怨。咱毋通安尼为着现在咱失去伫遐来。咱讲伫遐来感伤，还讲伫遐来忧伤，为着咱反正应该为着安尼过去所捌拥有过，咱伫遐来感谢上帝，感谢。咱毋通倚靠是迄落流连伫上帝以外的遮个，咱讲人事物，
等等遮的物件，才袂去取代咱所信的即个耶和华上帝。或者会成做咱心中的遮个生命，也是偶像。原底本底是要带来祝福甲福气的，则因为咱会迄甲占有，致到咱心中忧愁，才来拿今天。上帝互咱的遮个人事物等等遮个一切稳定，咱应该是安怎轻轻摕着就好。来使用安就好，咱毋通安尼紧安尼掠条条毋放。咱爱掠条的是啥物货？咱应该掠条的是迄个赐稳定的上帝，敢毋是上帝的稳定。咱应该是掠条迄个，我们应该是要去抓住那个是恩典的神，而不是那个恩典的那个神所赐的那个恩典。伫咱的生命内面，上帝互咱安尼有四大的遮稳定，也是咱会通讲真容易来安尼，怎啊来去甲倚靠，也是去甲占有。咱会通来看有啥物是咱无说义，咱就来占做是咱家己的。第一个就是性命，性命是啥物人的？性命是啥物人？性命是耶稣的，安尼咱的性命，咱的各方面的主权，应该拢伫咧咱的主耶稣的顶面。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咱家己做主，是咱互耶稣来伫遐来做主。咱的性命，咱是咱家己掌权，是互主来掌权。咱的做，咱的基督徒内面，咱会伫咧咱的客厅，咱时常会通安尼挂着一个基督是五家之主。迄个牌迄个匾，但是咱的厝、咱的家庭，敢真正有耶稣来做主嘛？如果咱若讲咱互耶稣来伫遐做主，安尼咱就应该听叹耶稣的心意，互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做主做王。第二就是咱的厝内的人到底是啥物人？咱时常当咱失去咱的家人的时阵，咱的厝内的人的时阵，咱有啥物款的反应？如果咱的这个厝内的人是耶稣的，是耶稣暂时照互咱的，安尼当耶稣伊照互咱的时阵，咱应该好好来珍惜咱厝内的每一个成员。当耶稣来将伊来甲接走的时阵，咱毋是伫迄个中间，伫遐来灰心，伫遐来失望，来伫遐来责怪责备伫遐安尼来责怪咱的主。反正咱爱为着咱的厝内的人来伫遐来感谢耶稣，因为伊将咱的主伊将伊来接去到伫伊迄个所在，敢毋是？当咱的厝内的人，伊伫遐面对着侪伊所拄着遐个问题，也是艰难，伊所拄着的状况的时阵，咱是用着啥物款的心情来反应呢？通常咱会为着伊所拄着遮个代志来感觉来烦恼，来伫遐来担忧，甚至要想尽各种的方法，要来为着伊来解决遮个问题。若是咱的厝内人是耶稣的，安尼咱就将这个问题，咱将这个状况，应该是带到耶稣的面前，敢毋是？耶稣伊自然会解决伊的问题。耶稣是咱一家之主，咱就应该将咱所拄着这个代志来交托互咱的主，并且来伫遐来仰望伊。第三，就是财富到底是啥物人？咱如何来使用咱的这个财富？如果财富是耶稣的，当耶稣感动咱奉献的时阵，咱敢有欢喜伫遐来甘心乐意来奉献？是咱伫遐来甲上帝来伫遐来计较。既然是耶稣的，咱献予耶稣是理所当然，而且当咱认知到这个财富是耶稣的时阵，咱就袂将这个财富用伫只有用伫咱家己的本身。耶稣是咱财富的主，咱就应该
将即个财富会通成做用公义的即个用途。第四，教会是啥物人的？教会是耶稣的，也是教会领袖，也是牧师长职。当教会内面对侪遮个困难，也是迄个问题时阵，到底是啥物人来解决？当教会人数减少的时阵，咱是啥物款的反应？当教会面对问题的时阵，耶稣检是咱一切问题答案嘛？只有咱追求耶稣，伊就要指引咱迄个应该行的路。耶稣是教会主，所以弟兄兄弟，咱爱知影，啥物人做主，啥物人负责检视。今仔日我做主，我负责；人做主，人负责；耶稣做主，耶稣负责检视。耶稣既然是主，伊是万有的主，咱袂通取代咱的主耶稣伊所拥有的迄个其他所有一切人事物等等的遮个权利，咱袂通互迄个取代耶稣伊拥有遮个，咱也袂通互其他的遮个人事物等等遮个事来去取代耶稣伊拥有咱检视。同款，咱伫遐咧。行代志做人，咱又搁是我搁什么人？当咱到底咱掠着什么？咱检视安尼，因为人来抵到咱安尼有侪的迄款的感觉讲失望。咱检有因为失去来感觉抵到心内有任何的惊吓。当咱因为人来感觉失望的时阵，因为失去来惊吓，咱就将咱迄个原则本底应该焦点伫咧耶稣的顶面，咱转到伫即个人，也是遮个代志的顶面，毋通安尼掠掉遮个人，因为人会互咱失望；毋通掠掉世间的所有遮个代志，因为世间的遮个代志会过去。当咱掠掉耶稣的时阵，咱永远就袂失望，也袂有惊慌，袂有任何的惊吓，因为耶稣永远袂改变，敢是？照圣经内面讲，耶稣永远袂改变，只有人，咱过去咱捌咱拢真清楚知影，咱讲安怎讲靠人会走，靠山。所以咱真清楚知影，咱是安怎，咱又搁要继续来伫遐来挖靠人，咱到底要掠着啥物货？过来，咱到底咱所挖靠的是啥物货？只有耶稣是咱的挖靠，因为伫咧伊的内面，安尼无有任何的欠缺检视。圣经甲咱讲安怎？伊讲，因为上帝完整的迄个神性点伫咧。看会到的基督的形体的内面，互咱甲着伊结连成做完整。伊是元首，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着掌权者。所以上帝是一切的丰盛，拢伫咧即个咱所信的即个耶稣基督的内面。只有咱伫伊的内面的时阵，咱也要得到对伊来迄款安尼的丰盛。即个丰盛有偌丰富咧？咱无搁再欠缺智慧，因为耶稣是咱智慧的源头。伊咱讲伊无所不知当咱安尼伫遐咧敲找安尼侪遮问题答案的时阵，只有掠着耶稣，咱就会了解。咱讲咱就有迄个一切遮的问题答案，咱就无搁有惊吓，嘛袂搁再安尼受着伤害，因为耶稣是咱所有一切保护，伊是无所不在的迄个主。就算讲伫咧咱安尼四面安尼拄着对敌，无路通行时阵，只有因为有耶稣的存在，咱就无搁再有任何的惊吓。因为咱袂有安尼，咱无搁再会欠缺有任何的遮个困难能力，因为耶稣是咱
能力也是快乐的源头，伊是无所不能的主。咱必须爱安尼，咱安尼真侪，咱会通看见真侪基督徒安尼真爱去参加遮个特会。当伊去参加特会的时阵，因真爱要去安尼得到安尼咱讲恩教。咱无需要到处去伫遐来领受恩膏，因为咱只要当咱安尼紧紧来领着耶稣的时阵，咱就要对耶稣的心上来去摕着安尼用袂尽的遮个恩膏。所以当咱伫咧讲着咱安尼一无所有的时阵，咱安尼亲像无半项，毋过却是要咱逐项拢有，亲像保罗伊所讲的同款。因为耶稣伊是咱的倚靠，所以弟兄兄弟，咱活地，咱到底是要为着什么人来活？咱每一工活地的时阵，咱是为着家己来活，是为着耶稣来活。圣经内面安怎讲？伊讲，因为一切属世间的，亲像肉体的欲望、目睭的欲望。顶家己的财富顶，拢毋是对别来，是对世间来。即个所有的即个肉体的欲望、目睭的欲望，顶家己的财富顶，才会看起来那亲像会互咱安尼满足咱，才会满足的代志。毋过时间若一个久，咱会发现，伊无法度搁再互咱来得到满足，乃是要互咱感觉空虚。咱活地是要为着咱满足咱家己，是要满足咱安尼迄落咱所信的咱的主。咱的满足真紧会因为为着要满足咱家己，咱会发现讲这个代志会真紧就过去。当咱若来追求，来互耶稣来得到满足的时阵，咱要得到迄个真正的满足。同款，当咱伫咧服侍的时阵。你伫教会内面服侍，你伫外面咧服侍的时阵，你到底你的服侍是为着什么人？咱服侍是要为着满足咱家己本身，是要为着要来满足耶稣。若是伫咧服侍内面得到着人的肯定，是懊恼，咱抑阁要继续来服侍耶稣嘛？如果咱若为着咱若讲为着要耶稣来服侍，咱的目光。咱的眼光就无搁放伫咧即个人的身上，人有啥物款的反应，拢无影响咱对主的服侍迄款安尼心志。就算讲咱要面对着侪安尼塌的困难，咱嘛袂放弃。当咱将焦点来放伫耶稣的身上的时阵，咱就袂有摇动。遮世间的代志袂搁爱互咱来动摇，所有的人环境也袂互咱会抵到咱的灰心失望。当耶稣成做咱的焦点的时阵，咱追求互耶稣来得到满足，咱就会咱就要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是一个袂互拍败的生活。之前咱毋捌讲过，咱捌讲过着即个复兴的焦点是耶稣，因为有一个正确的焦点是上重要的。如果咱若安尼含糊弄毋到迄个复兴的焦点的时阵，就要失去迄个复兴的目的，甲着迄个复兴应该有的迄款的价值。咱甚至会用安尼来走毋着方向。复兴的焦点毋是教会成长、社会改变，也毋是安尼有侪遮个奇怪的遮个新业技术等等。复兴的焦点只有一个，迄个就是耶稣。复兴就是对耶稣来的，复兴是要必须爱靠着耶稣才会通来得到达成。复兴的目的是要互耶稣来得到一切荣光。所以，侪遮个经历复兴的所在，也是讲侪遮个教会，咱会通看见，因伫咧复兴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因转去到安尼讲回到耶稣，转去到耶稣来做开始。因将焦点来放伫咧耶稣的顶面，
因无搁再将焦点放伫人，也是所有遮个代志顶面。当人看见家己的迄款的无助、教会软弱以及社会坠落的时阵，人谦卑转来到伫耶稣的面前，伫遐来祈祷讲：啊，耶稣啊，来求主来改变。耶稣就伊要带来改变。当咱若欢喜谦卑来到伫主的面前，谦卑认罪来看见咱家己的不足的时阵，咱就要带来改变。耶稣伊要带来咱的改变。伫咧教会会侪，咱会看见侪遮教会复兴的历史的顶面，咱就要来看见。我们要发现上帝伫每一届复兴，伊所使用的人，也是伊所使用方式以及迄个场合，拢无共款。但是咱必须要认清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因所有法度复兴，拢是因将焦点放伫耶稣的顶面。只有当咱将焦点来放伫耶稣的顶面的时阵，咱就要看见上帝复兴的临到伫咱的中间。咱所要爱超出的，毋是方法，也毋是原则，毋是实践，乃是耶稣。毋是任何的方法，也是人物会通带来复兴。无术嘛，无可能带来复兴。只有耶稣，因为耶稣是一切源头，耶稣是复兴的焦点。所以，当咱若真清楚认明的时阵，咱就应该组织，讲咱聚焦迄落伫咱即个以生命，甲着即个气息的咱的主的顶面。所以求主帮助咱。当咱若真清楚知影时阵，咱应该过来就伫咱的生活中，咱的安尼，不管待人处事等等遮的，咱就应该安尼咱讲组织咱的焦点注目伫咱的主的顶面。所以牧师共款要阁提出3个问题，咱同齐阁一摆来思考，咱需要怎样来做？为什么咱生命的焦点必须爱是耶稣呢？伫咱的生活中，咱安尼时常上会偏离焦点的是啥物款的代志？直到咱无将焦点放伫耶稣的顶面。咱的财富到底是啥物人的？咱的教会困境也是问题是啥物人来解决？咱的焦点有放伫对的所在无？第二个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咱所掠着的到底是啥物货？啥物货是咱所倚靠的？佮咱的焦点到底有对啊无？第三，咱活着是为着啥物人？服侍是为着啥物人？当咱面对着困难的时阵，咱会因为拄着所有遮个艰难的事的时阵，直到咱来放弃嘛，咱来累志嘛。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即礼拜，咱通好好来亲像遮个问题，也互咱会通真正会通安尼注目注视伫咱的主的顶面，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你搁一届借着保罗伊伫雅典所讲遮个话。搁一届来提醒阮，阮伫阮的生命中有啥物会成做阮的偶像？搁阮要伫阮的日常生活中要怎样？当阮来偏离阮的焦点的时阵，阮要怎样？搁一届来刷阮的焦点来转来到伫主你的顶面。但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阮。安尼四周围有侪来安尼要来引诱阮，要来互阮将阮自身的焦点来偏离的时阵，主圣神求你亲自搁一届来吸引阮，来引带阮，带领阮，会通搁一届来修正阮的生命，阮的信仰，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互阮的生命是一个得到主你所欢喜，看做通学乐的生命。求主帮助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操作基督圣名，阿免。
感谢主通过牧师的勉励，互咱生命的意义的焦点，咱活靠，咱的目的是为着耶稣。咱过来，咱来用圣诗492首来回应上帝予咱的话。圣诗492首，当我有气力的时，咱起立来吟全首。今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来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恩典。若有准备，提到头前。起立来吟，现代阳光美美秀恩典，虽然不到也不在，万里感恩万所爱。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阁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阮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乐你极大的荣光。我是什么？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正歹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之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
愿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免。感谢。咱来感恩奉献。咱来请迄个苏慧姐。来甲实体的礼拜的人，请为咱家己准备一个信封。礼拜咱有甘心乐意的奉献，来放伫这个信封内面。方便的时阵摕来甲教会，也是用汇款去支付。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教会，账号011301835556。咱来先报告大先，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今日的金句真短无几字，敢若12左右咱会当家己背起来。咱读2遍读2遍，第3遍看用你家己调整家己来背起来读2遍预备起。因为咱可以生活、行动、存在，搁一摆。因为咱可以生活、行动、存在，记载伫《使徒行传》17章28节的顶段好，咱搁一摆家己背看嘛，预备起。因为咱可以生活、行动、
存在。使徒片行传17章28节。好，好，咱来看咱的报告。第5页，吼，第5页。今日是11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今日嘛是咱的常年的纪念主日吼，嘛是教会有特别为着咱的长辈吼来准备礼券，请70岁以上吼，请70岁以上。满70岁以上的人站起来那个干事，哦，直接 ，OK， 好，来，咱请咱迄个满70岁的兄弟，咱起立好无？要来安尼发这个礼券。咱教会伫今年开始吼，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咱伫现场发放，无要个退。双年有，双年有，好。请咱无细意吼，你若是满70岁，请你就起立吼。你毋好到时阵甲我讲你无输我无领着哦。你若70岁，你就请你爬起来吼。咱先感谢主吼，咱有侪侪遮个70岁的遮个长辈时代安尼真做咱教会宝，我相信嘛是咱厝内宝吼。咱求主来特别施恩赐福伫咱所有遮个正长辈顶面。愿主赐福咱的长辈平安、喜乐、健康。咱搁来看第2点吼。今日是常年时间纪念主日，咱今日的服侍吼，有一个无共款吼，是由常年的兄弟来替咱服侍，嘛请咱各位兄弟来为着这个时间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3点，为咱这礼拜开始下晡，李长老吼，伊要搁恢复信仰的查经班课程吼，下晡3点，每礼拜下晡3点吼，请咱来参与吼，李长老真有安尼课主吼，真有热诚吼。好，咱第4点吼，下主日是教育时间奉献主日。礼拜中要请咱本会主日学来参与逐项的服侍，咱嘛共款来为这个主日学的时间关心代祷甲奉献。第5点，歹势我是不是？第5点吼，咱本会刘宗田弟兄伫10月7日拜3暗。7点15分，安歇主怀，伊即马要定伫27日拜3暗，伫伊的厝内有安慰礼拜。30日拜6早起9点半伫圆山福园有举行入殓告别火化礼拜。下晡1点有安放礼拜。愿主安慰的灵亲自来安慰因遮的家族。第6点，24日吼，10月24日迄天是咱教会合堂礼拜。伫迄个礼拜当中，咱会长级改选吼，请本会备参会员一定爱拨空参加。11月7日礼拜后要举办咱的长级培训，伫即个改选的中间有迄个咱
本教会的内规吼，也有新书的约定，也有真侪项拢总有5点，咱家己来看，咱为着伫热诚伫教会的服侍，互一个甲一个人会当参与伫服侍，咱来配合吼，这是咱教会的内规。毋望咱的教会会当产生有气力、有热诚、有方向的遮的忠直来带领咱教会来往头前来行。第7点，请各团契小组甲各单位伫10月底以前选出新任干部，并甲办公室汇报结果吼。肢体交通后面自己看。好，具体消息吼，咱会当家己看。咱要特别来讲起第1点，咱的牧师伫今日开始吼，有参加7天中会牧团会的活动。咱祝福牧师有放轻松来参加。牧师要补充报告，咱家己嘛来看。像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所以特别我敢特别提醒一点，就是咱较等的吼，伫咧迄个招待道外面有迄个圣诞节的迄个哄骗歌吼，迄个圣诞歌的迄个试吃啦吼。因为吼有试吃，所以说请恁吼摕恁摕部分就好吼，这为着即个疫情的关系吼迄个圣诞糕后礼拜开始会有迄落会铺出来吼，就是圣诞糕一袋，共款照旧年的价值23箍吼，有迄个土豆加着红豆2种的口味吼，这是要会通互咱兄弟来登记，教会另外伫圣诞节的时候嘛有会送咱正兄弟一人一袋安尼吼，以上的报告。好，再来咱请李水雄长老甲咱祝福工作。咱同心来祈祷，疼痛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伫今仔日主日特别为着上年时间来设立纪念的主日，阮上年伫阮的肉体成年龄渐渐长大，总是阮的肉体的机能却渐渐衰懒，阮的行动也迟钝。阮对人生的舞台退了位，到伫后台，所以阮渐渐失去阮伫生活中角色的重要性。正是上帝你无看阮年老，就失去阮的做你囝儿的宝贝，你还阁是疼阮，互阮知阮伫年老的日子，还阁会当诚做你的荣耀甲重用的器具。所以阮要往前看，将阮的生命伫你所赏赐的日子的内面，诚做精彩、水的见证。所以，阮要对你恳求，伫
伫阮头前的日子，耶和华上帝，你真做阮的牧者，阮无拄着欠亏。你带阮到倒伫天翠的草坡，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间食经营，无拄着欠亏。当阮喙焦，你带阮到伫清净的水边，用活水来祝阮的心愿。安尼，互阮的灵魂静养，互阮的精神活泼，为着你的名，带阮行义的路，亲像以诺甲你相同行，因若亲像鹰鸟天翅飞悬，走也无野，行也无闲，总是伫阮现实的生活中，阮袂免会行过死荫的山谷，阮会拄着伫山坎，还是罗梅果的咸甜的中间，总是你用腿，用你的管来安慰我。虽然阮伫对敌的面前，你也要为着阮排泄炎舍。阮伫年老时，最的病痛来搅扰阮，有感情的细胞来吞食阮的生命，也有的病毒来侵犯阮。阮伫每日的生活中面对的压力，互阮有时喘袂过气。阮为着阮最的事来烦恼超烦，阮却袂记记，你才是阮每日的欠亏，你拢要为阮来陪伴。阮有时也会拄着阮人生的苦难，亲像约伯伫伊的生涯中间，拄着遐大的试炼。虽然有亲人、有朋友、有教会中兄姐的关怀，总是这中间，阮也要面对的批判甲论断。阮对这个事艰苦心，阮要将这个提到伫你的面前，求你互阮看出真正的问题。你要将你创世以来的业力甲智慧展示伫阮的头前，互阮明白你的心意。阮搁较会当看见，上帝你伫灵界中间，甲撒旦的争辩，你用阮撒旦用试炼来成做阮
的灾难，总是冤灾。这不是上帝你的心意，特别上帝，愿经过这个，你爱这个论断者，提出因的限制的里面。你要求约伯为着因来限制，因为你真清楚明白，互这论断者知因的道理，无比约伯的回应较满足你的心意。所以，你用这里面真侪演写摆列伫阮对敌的面前，你要将油抹伫阮的头壳顶，你将好面下伫阮的心上。伫阮的杯有你满满的祝福，滴到满出来。阮一生的日子，要伫你的恩典甲慈悲的内面来经过一世人。阮要永远徛起伫你的厝。这个厝，不是教室，不是讲台，乃是你生活伫阮的中间，真做阮的帮衬。阮伫纪念阮年老的时，你还阁因带保守照顾，阮用这个真做阮的祈祷。献上伫你的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圣。不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